知道咗修行嘅方法，就係落手實踐，每日反覆咁樣去訓練，唔好俾時間白白咁樣流逝，唔好事後先追悔話，我早知係咁，就應該及早開始啦。臨死嘅時候，如果未曾訓練過，想修行亦都無能為力啦，非常之痛，就好似跌咗落水嘅人咁樣。如果跌落水之前就識得游水，咁跌咗落水都冇咩事啊，仲可以游。但係如果從未訓練過游水，跌咗落水之後先嚟問游水嘅方法，點樣游水呢？咁就死梗啦，肯定係行唔通㗎。修行都一樣，要喺病重之前就訓練，喺死之前就訓練，等到病入膏肓、半死不活嘅時候，先抱佛腳話點樣訓練呢？咁就太遲啦。有啲人會教話臨終嘅時候念誦阿羅漢、阿羅漢，念嚟念去就變成咗燒乳豬、燒乳豬。心中意嘅係燒乳豬，唔係真係能夠成為阿羅漢嘅。所以我哋一定要修行，要能夠喺生命嘅最後一刻自助，唔需要等人哋話俾我哋聽死嘅時候要點樣做。依靠他人並唔可靠，要能夠依靠自己。可以做到嗎？如果可以做到，咁就係福報；如果做唔到，咁就下一世繼續訓練，呢一世苦住先啦。龍波冇強迫大家去修行，業果法則會自行獎勵或者懲罰我哋。如果精進咁樣修行，我哋就會收穫到善果，獲得安寧快樂。如果經常隨順煩惱，我哋就會承受惡果，心消沉悲傷，死嘅時候焦慮不安。唔得㗎，到咗最後一刻，邊個都幫唔到我哋啦。將要死嘅時候，耳根會關閉，聽唔到聲音，眼睛會睇唔到，要會聽唔到，只係剩低心，仲可以感知。所以如果心仲未訓練好，就會去到惡道。龍波冇邀請大家去涅槃，冇勸大家要去善道，亦都冇建議大家要去惡道。每個人都會走喺自己選擇嘅道路上面。